當大西洋嘅冷空氣越過西歐平原，抵達中歐平原嘅心臟地帶，你會感受到一種與別不同嘅氣息，係混合咗波羅的海嘅鹹腥味同塔特拉山脈蔥木清香嘅氣味。呢度就係波蘭，一個被譽為歐洲隱藏明珠嘅國度。講到波蘭，好多人腦海裏面第一個跳出嚟嘅詞，往往係靚女或者係波折不斷嘅歷史。但如果你真係踏上呢片土地，住上一段時間，你會發現呢度嘅魅力遠遠唔止係外表咁簡單。波蘭呢個國度有種原始而倔強嘅生命力，佢就好似一株生喺岩縫裏嘅野玫瑰，美得令人心跳，卻又到處帶住堅硬嘅刺。我哋先講下呢度嘅女性，喺全球嘅審美版圖裏面，波蘭女性一直佔住極高嘅地位，而且係名副其實。如果你喺華沙、克拉科夫或者格但斯克嘅街道上漫步，你會發現呢度嘅美並唔係千篇一律嘅工業化產物，佢哋嘅美感往往來自骨子裏嘅自信同埋極高嘅教育水平。喺波蘭，女性受教育嘅比例非常之高，佢哋唔單止擁有深邃嘅五官同挺拔嘅身材，更有一種博學而理性嘅氣質。呢種美係立體嘅，係當佢哋喺咖啡館裏捧住一本厚厚嘅小說，或者喺辦公室裏利落地處理複雜數據時所流露出嚟嘅從容。波蘭女性非常重視自立，唔依附任何人。呢種獨立性令佢哋嘅美更有力量感，佢哋嘅生活態度好清晰，追求有質量嘅生活，而唔係堆砌物質。你會見到好多波蘭女性喺週末嘅時候捨棄咗高跟鞋同名牌包，換上專業嘅戶外裝備，轉入深山老林去行山、去露營。呢種對自然嘅熱愛係佢哋美麗嘅底色。但如果你以為波蘭淨係出靚女，你就大錯特錯啦！呢度嘅自然景觀被稱為歐洲最後嘅原始荒野。我哋將目光移向波蘭東北部嘅比亞沃維耶扎原始森林，嗰度係歐洲平原上僅存嘅原始森林遺產。喺那片遮天蔽日嘅密林深處，住住歐洲體型最大嘅陸生動物。歐洲野牛，當你行喺幾百年前就已經存在嘅古樹之間，聽住腳下落葉碎裂嘅聲音，你會感覺到時間好似喺呢度凝固咗。呢度冇太多人工干預，樹木倒下就任由佢腐爛，化為新生命嘅養分。呢種對自然原始狀態嘅尊重，係波蘭人骨子裏嘅堅持。佢哋熱愛自然，每逢週末，無數波蘭家庭會駕車前往馬祖里湖區，嗰度有超過2000個湖泊，密布喺茂密嘅森林之中。人們喺嗰度划船、釣魚，或者淨係坐喺湖邊睇日落。呢種生活節奏同西歐嘅繁忙形成鮮明對比，更貼近生命本來嘅樣子。喺波蘭生活，你必須適應嗰種與自然共生嘅節奏。呢度嘅人有着極強嘅季節感，春天一到，萬物復甦，波蘭人會傾巢而出，去森林裏採摘野生紅蔥同蘑菇。到咗夏天，漫長嘅白晝令生活變得無比寫意。晚上10點，太陽先依依不捨地落下，而到咗秋天，整片國土會被染成一片金紅。呢個就係著名嘅波蘭金秋。波蘭人嘅生活哲學好簡單，尊重自然給予嘅一切。佢哋唔急住去改造大自然，而係學識點樣融入佢。喺波蘭鄉間，你仍然可以見到古老嘅木質房屋，煙囪裏冒出裊裊青煙，果園裏掛滿沉甸甸嘅蘋果。波蘭係全球最大嘅蘋果出口國之一，呢度嘅蘋果清甜爽脆，就好似呢片土地上嘅人一樣，樸實而真摯。波蘭嘅生活成本相對西歐國家係低嘅，但生活質素卻一啲都唔差。喺華沙，一個普通嘅早晨，你只需花費唔到10個波蘭茲羅提，就能買到一份豐富嘅傳統早餐。
波蘭人嘅飲食文化深厚且真誠。如果你嚟到呢度，一定要試下佢哋嘅波蘭餃子、皮羅吉。呢種餃子外形同我哋嘅水餃好似，但餡料卻千奇百怪，有薯蓉、芝士、酸菜、蘑菇，甚至係士多啤梨或藍莓。呢種對食物嘅包容性，亦反映咗波蘭人嘅性格。佢哋表面上睇落可能有少少嚴肅，甚至有啲冷淡，係因為佢哋唔習慣對陌生人展示虛偽嘅熱情。但只要你走入佢哋嘅生活，成為佢哋嘅朋友，你會發現波蘭人係全歐洲最熱情好客嘅民族之一。佢哋會拿出家裏最好嘅伏特加，準備一整台繁複嘅傳統料理，拉住你聊足幾個鐘頭嘅歷史同藝術。波蘭人嘅餐桌上總會多放一套餐具，呢係佢哋嘅傳統。為咗隨時歡迎嗰些可能敲門嘅飢餓女人，呢種流傳百年嘅善意喺現代社會裏顯得格外珍貴。講到歷史，呢又係波蘭另一個沉重卻迷人嘅維度。呢個國家喺歷史地圖上曾經消失過123年，被三大強權瓜分，但波蘭人嘅文化同語言卻奇蹟般地保存咗落嚟。呢種韌性深深植根於每一個波蘭人嘅基因。無論係喺二戰中被夷為平地嘅華沙魯城，定係如今仍然屹立嘅克拉科夫瓦維爾城堡，你都能感受到嗰種不屈嘅精神。華沙魯城而家嘅一磚一瓦，都係波蘭人喺戰後根據戰前嘅畫作同照片一比一重新修復起嚟嘅。當你行喺嗰片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嘅老城區，你睇到嘅唔係舊建築，而係一個民族嘅靈魂同尊嚴。波蘭女性喺呢啲歷史節點裏，亦扮演住至關重要嘅角色。佢哋唔單止係家庭嘅守護者，更係文化嘅傳承者。喺嗰個冇波蘭國家嘅年代，係波蘭女性喺家中秘密教授波蘭語，講述波蘭嘅歷史，令民族嘅火種唔熄滅。所以，當你見到今日波蘭女性嗰種堅毅嘅眼神，你就能明白個背後承載咗幾多厚重嘅歲月。波蘭嘅冬天係漫長而寒冷嘅，但亦造就咗波蘭人對光嘅執着。每到12月，各大城市嘅街道會被無數璀璨嘅燈飾點亮，聖誕集市嘅熱紅酒香氣喺空氣中飄蕩。儘管戶外氣溫可能低至-10度，但室內暖氣通常開得好足。人們喜歡聚在一起舉辦沙龍。波蘭嘅藝術氣息非常濃厚，肖邦嘅音樂喺呢度係神聖嘅存在。每隔5年舉辦一次嘅肖邦國際鋼琴比賽，係整個國家嘅盛事。你會見到好多年輕人排住隊去聽一場古典音樂會。呢種對高雅藝術嘅普遍熱愛，令呢個國家嘅生活層次顯得非常豐富。喺波蘭，藝術唔係奢侈品，而係生活嘅必需品。無論係克拉科夫嘅先鋒劇院，定係華沙街頭嘅爵士樂俱樂部，你都能見到人們對精神世界嘅極致追求。呢種追求亦體現喺波蘭女性嘅裝扮上。佢哋唔一定追求最新潮嘅時裝，但一定會有一件剪裁得體嘅羊毛大衣，或者一條充滿藝術感嘅手工絲巾，細緻之處盡顯品味。而家嘅波蘭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嘅變革。隨住科技產業嘅興起，華沙已經成為中東歐嘅硅谷，無數跨國公司喺呢度設立總部。現代化嘅摩天大樓同古老嘅哥德式建築交相輝映，但即使係喺最現代化嘅商業區，波蘭人仍然保持着對自然嘅向往。城市綠化率極高，公園隨處可見。你會見到穿住西裝嘅白領喺午休時間坐喺草坪上曬太陽，或係年輕父母推住嬰兒車喺樹林間穿行。呢種現代與原始、繁華與寧靜嘅衝突，喺波蘭達到咗一種微妙嘅平衡。波蘭嘅教育系統都非常注重呢種平衡。細路仔從小就被帶去森林裏學習辨認植物，了解生態循環。呢種從根源上對生命嘅尊重，
造就咗波蘭人溫潤而堅韌嘅性格。我哋再講講波蘭嘅地理多樣性。除咗東北部嘅森林同湖泊，南部嘅塔特拉山脈係行山愛好者嘅天堂。嗰度嘅扎科柏內被譽為波蘭嘅冬之都，獨特嘅木建築風格同格拉爾人嘅傳統音樂，令呢度充滿異域風情。喺嗰度你可以見到最純粹嘅自然之力，陡峭嘅山峰同清澈嘅高山湖泊，海洋之眼。傳說呢個湖泊同大海相通，湖水碧綠深邃，四周環繞雪山。當你站喺湖邊，會感受到人類嘅渺小同自然嘅壯闊。呢種大美往往能洗滌心靈。波蘭人對山脈有着特殊嘅感情，佢哋認為山脈係神聖嘅，係鍛鍊意志嘅地方。呢種對自然嘅敬畏，亦體現喺波蘭女性嘅性格中。佢哋像山一樣穩健，像水一樣靈動。而波蘭嘅北方則係另一番景象。格但斯克、索波特同格丁尼亞組成嘅三聯市，屹立於波羅的海之濱。格但斯克係一座擁有1000年歷史嘅海港城市，曾係漢薩同盟嘅重要成員。漫步喺長街上，你會見到色彩斑斕嘅聯排房屋同精美嘅琥珀首飾。波蘭係全球最大嘅琥珀產地，呢啲被譽為波羅的海之金嘅有機寶石，其實係千萬年前松柏樹枝嘅化石。呢個又一次體現咗波蘭同時間同自然之間嘅深度連結。喺索波特嘅沙灘上，你會見到長長嘅木棧橋伸入海中，呢度嘅海風帶住淡淡嘅鹹味，海鷗喺空中盤旋。波蘭人嘅海邊生活係悠閒而隨意嘅，佢哋喜歡喺海邊慢跑，或係喝一杯當地嘅啤酒，望住帆船點綴喺海平線上。波蘭人嘅性格裡有一種特有嘅幽默感，通常帶住少少自嘲同諷刺。呢可能係長期處於複雜地緣政治環境下嘅一種自我保護機制。佢哋喜歡講政治笑話，喜歡喺平淡嘅生活裡尋找樂趣。波蘭嘅婚禮係極具特色嘅，通常會持續2日2夜，充滿音樂、舞蹈同源源不斷嘅食物。如果你被邀請參加一場波蘭婚禮，請務必做好體力準備，因為你可能會由午夜跳舞跳到天光。喺婚禮上，你能見到波蘭人最奔放嘅一面，嗰種對生命嘅熱情，喺傳統服飾嘅旋轉中得到最完美嘅體現。喺波蘭生活，你還會發現佢哋對待信仰嘅態度。波蘭係一個深受天主教文化影響嘅國家，呢種信仰唔單止體現喺宏偉嘅教堂裏，更體現喺日常生活嘅規範中。波蘭人非常重視家庭價值觀，尊重長輩，關愛弱小。喺重要嘅節慶，例如聖誕節同復活節，全家人一定會聚在一起。呢種對傳統嘅守護，令波蘭社會喺快速現代化嘅過程中，仍然保持住一種溫暖嘅底色。呢種信仰亦賦予咗波蘭女性一種特有嘅慈愛。佢哋喺生活中展現出嘅溫柔，往往有着治癒人心嘅力量。波蘭嘅物產豐富到令你驚訝。除咗蘋果，呢度嘅蜂蜜、果醬、葉菜都係一絕。波蘭人非常擅長保存大自然嘅饋贈。走進波蘭嘅超市，你會發現有成排嘅貨架，都係各種醃製蘑菇、青瓜同甜菜。呢唔單止係為咗過冬，更係一種對食物原味嘅提煉。波蘭嘅伏特加係全球知名嘅，同俄羅斯嘅伏特加相比，波蘭嘅種類更加繁多，甚至有加入野牛草浸泡嘅品種，帶住淡淡嘅青草香氣。喺寒冷嘅冬夜，飲上一小杯特製嘅伏特加，成個人都會暖和起嚟。波蘭嘅基礎設施亦喺飛速發展，便捷嘅火車網絡連接各大城市，寬闊嘅高速公路貫穿東西。喺華沙，你甚至可以體驗到全歐洲最先進嘅共享交通系統。但即使係咁，波蘭人仍然鍾情於火車旅行，坐喺火車上望住窗外飛速掠過嘅麥田，
森林同古老村莊，呢種慢節奏嘅移動方式，最適合細細品味波蘭嘅味。波蘭嘅鄉村旅遊非常發達。你可以住喺當地嘅農場裏，清晨喺鳥鳴聲中醒來，喝一杯剛擠出嚟嘅鮮牛奶，去森林裏散步。呢種同土地嘅親密接觸，係現代都市人最奢侈嘅享受。波蘭女性喺社會各個領域都表現出色，由歷史上2度獲得諾貝爾獎嘅居禮夫人，到現代喺文學、藝術、商業領域嶄露頭角嘅精英，佢哋用實力證明咗自己嘅價值。喺波蘭，性別平等唔單止係一個口號，更係一種社會現狀。你會見到女性喺科學實驗室裏專注研究，亦會見到佢哋喺建築工地上指揮約定。呢種多元化嘅角色，令波蘭女性嘅美變得更加豐富多彩。佢哋既能駕馭晚禮服，亦能穿上工作服，既能喺音樂廳裏優雅鼓掌，亦能喺田野間揮汗如雨。波蘭嘅教育水平喺歐洲名列前茅。波蘭擁有全球歷史最悠久嘅大學之一亞捷隆大學，天文學家哥白尼就曾就讀於此。呢種對知識嘅崇拜，造就咗波蘭人博學嘅特質。喺波蘭，書店同圖書館隨處可見，人們熱衷閱讀。喺電車上、公園裏，你總能見到捧住紙質書靜靜閱讀嘅人。呢種寧靜嘅力量係波蘭社會最迷人嘅景觀之一。閱讀唔單止豐富咗佢哋嘅內心，亦令佢哋嘅交流變得更有深度。波蘭嘅建築係一部流動嘅史詩，由克拉科夫精緻嘅文藝復興風格，到格但斯克嘅北歐磚砌哥德式，再到華沙嘅斯大林式建築，同現代摩天大樓嘅交織，每一座建築都訴說住一段故事。波蘭人對文化遺產嘅保護近乎偏執，即使係一座廢棄嘅舊工廠，佢哋都會將其改造成充滿設計感嘅藝術空間或購物中心。呢種對舊物嘅再生，反映咗波蘭人對歷史嘅尊重同對未來嘅想像力。波蘭人嘅假日生活充滿運動氣息。除咗行山同滑雪，單車亦係佢哋主要嘅交通工具同健身方式。無論係喺城市定係郊外，完善嘅單車道令踩單車成為一種享受。波蘭人熱愛生活，唔單止體現喺佢哋對美嘅追求，更體現喺佢哋對健康嘅重視。佢哋相信，只有強健嘅體魄，先能撐起不屈嘅靈魂。波蘭嘅醫療體系亦喺不斷進步，為居民提供可靠嘅保障。喺呢度生活，你會有一種踏實嘅安全感。波蘭嘅城市犯罪率極低，係歐洲最安全嘅國家之一。即使喺半夜獨自行喺華沙街頭，你都唔需要擔心安全問題。呢種安寧讓你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對生活嘅感悟中。波蘭嘅藝術節、音樂節更係多不勝數，由夏天嘅露天肖邦音樂會到冬天嘅電影節，藝術嘅火種喺每個城市燃燒。波蘭嘅電影學派喺世界影壇亦有着舉足輕重嘅地位，誕生咗基耶斯洛夫斯基、華伊達等電影大師。佢哋嘅影像風格深邃而富有哲理，探討住人性嘅複雜同命運嘅無常。呢種心碎亦滲透入咗波蘭人嘅日常對話之中。喺波蘭，你會發現人們對環境保護嘅意識非常強，垃圾分類做得一絲不苟，可再生能源嘅利用比例亦逐年上升。佢哋明白嗰片引以為傲嘅原始森林同純正湖泊，需要每一代人嘅細心呵護。呢種責任感係波蘭文明嘅重要組成部分。波蘭嘅科技創新亦唔容小覷。喺遊戲開發領域，波蘭已經成為全球嘅佼佼者。著名嘅巫師系列遊戲就誕生於此。佢將波蘭嘅民間傳說同現代科技完美結合，讓全世界了解到斯拉夫文化嘅獨特魅力。呢種文化輸出，令波蘭喺國際舞台上煥發出新嘅活力。波蘭女性嘅堅韌同獨立，亦體現喺佢哋對家庭嘅經營上。波蘭家庭通常非常有凝聚力，父母非常重視孩子嘅素質教育，唔單止係學術成績，更包括品格培養同審美提升。喺波蘭嘅公園裏，你會見到
到年輕嘅父親帶住細路仔觀察螞蟻搬家，或係母親耐心地教小朋友畫一朵小花。呢種親近自然嘅育兒方式，令波蘭嘅孩子從小就擁有一顆純真嘅心。波蘭人嘅社交方式都好有趣，佢哋喜歡喺屋企舉辦小型派對，每個人帶上一道自己煮嘅菜或者一瓶酒。呢種親密嘅交流方式令彼此嘅關係更加緊密。喺波蘭，友情係需要時間去沉澱同經營嘅。一旦你贏得咗波蘭人嘅信任，佢哋會為你赴湯蹈火。波蘭嘅時裝產業亦喺悄然興起，好多波蘭本土設計師品牌開始走向國際舞台。佢哋嘅設計風格簡約而唔簡單，強調面料嘅質感同剪裁嘅流暢。呢啱好符合波蘭女性對美嘅追求，低調而奢華。喺華莎嘅精品店裏，你可以找到好多獨特而高品質嘅單品。佢哋唔隨波逐流，有住自己鮮明嘅個性。波蘭嘅自然風景中，最令人陶醉嘅莫過於嗰片遼闊嘅平原。喺嗰度，你可以見到天空係咁低，雲朵彷彿伸手可及，平原上嘅風帶住麥浪嘅沙沙聲，令人感到無比平靜。波蘭人對土地有着深厚嘅感情，佢哋認為土地係生命之源。呢種對根基嘅守護，令波蘭喺動盪嘅歷史中仍然能屹立不倒。波蘭嘅冬季運動都非常普及，除咗扎科帕內嘅滑雪場，好多城市都有室內溜冰場。波蘭人喺冰雪世界裏展現出嘅活力，令人忘卻咗嚴寒。而喺春天，當櫻花同玉蘭花喺城中綻放，波蘭又展現出佢柔情嘅一面。呢種季節嘅更迭，令生活充滿咗期待感。波蘭嘅飲食裏，仲有一個唔得不提嘅亮點，就係佢哋嘅麵包。波蘭嘅黑麥麵包口感紮實，麥香味濃郁。波蘭人對麵包有着近乎神聖嘅尊重。喺好多家庭，如果麵包唔小心跌喺地上，佢哋會撿起嚟親一親佢。呢種對糧食嘅敬畏係傳統農耕文化嘅延續，亦展現咗波蘭人靈魂深處嘅淳樸。波蘭女性嘅美麗，還體現喺佢哋對知識嘅渴求上。喺波蘭嘅書店裏，女性讀者嘅比例非常高，佢哋唔單止關注文學同藝術，亦關注時政、科技同哲學。呢種博學令佢哋喺交談中極具魅力。佢哋唔單止有靚嘅外表，更有一個豐富而有趣嘅靈魂。呢就係波蘭女性喺國際上享有盛譽嘅原因。波蘭嘅公共交通非常發達且人性化，無論係先進嘅電車定係準時嘅巴士，都令出行變得非常方便。而波蘭嘅火車更係旅行嘅首選，特別係穿越森林同鄉村嘅路線。窗外嘅風景就好似一部無聲嘅紀錄片。喺波蘭生活，你仲會體會到一種對私隱嘅尊重。波蘭人通常唔會喺公共場所大聲喧嘩，佢哋追求嘅係一種內斂嘅和諧。即使係喺熱鬧嘅餐廳，人們都會自覺地壓低聲量，以免騷擾到他人。呢種修養令社會環境變得非常有序。波蘭嘅藝術品市場亦非常活躍，由格但斯克嘅琥珀工藝品到博萊斯瓦維茨嘅彩色陶瓷，每一件作品都凝聚咗匠人嘅心血。呢啲傳統手工藝嘅傳承，展現咗波蘭人對美嘅極致追求同對傳統嘅熱愛。波蘭嘅體育成就亦值得驕傲，無論係田徑、排球定係足球，波蘭運動員喺國際賽場上都有精彩嘅表現。體育精神已經融入咗波蘭人嘅血液之中，追求卓越、永不言敗係佢哋嘅信仰。喺波蘭，大自然唔係用嚟消費嘅景點，而係生活嘅一部分。波蘭人會花上整整一日嘅時間喺森林裏觀察雀鳥，或係帶住滑板去湖邊寫生。呢種同自然嘅深層互動，令佢哋嘅心靈始終保持着一份純淨。波蘭嘅物價水平對好多嚟自發達國家嘅人嚟說非常有吸引力。你可以用相對合理嘅價格享受高品質嘅有機食品、專業嘅醫療服務同豐富嘅文化生活。呢種高性價比嘅生活方式吸引咗越來越多嘅數字遊民前來定居。波蘭嘅女性力量
唔單止體現喺職場同家庭，更體現喺社會公益事業上。好多環保組織、慈善機構都係由女性主導嘅，佢哋用自己嘅細膩同同情心，關懷住社會嘅每一個角落。波蘭嘅城市規劃非常有遠見，喺發展現代建設嘅同時，保留咗大量嘅公共空間同綠地。華沙嘅瓦金基公園，即係著名嘅水上宮殿所在地，就係城市綠洲嘅完美典範。喺嗰度，孔雀喺草坪上漫步，人們喺湖邊聽住免費嘅鋼琴演奏會，呢個就係波蘭式生活嘅寫照。波蘭嘅語言，波蘭語雖然被認為係全球最難學嘅語言之一，但一旦你掌握咗佢，你會發現佢極其優美且富有表現力。波蘭語裏有好多描寫自然同情感嘅詞彙，係其他語言難以精確翻譯嘅。波蘭人對自己嘅母語感到非常自豪，佢哋喺文學上嘅造詣，亦多來源於呢門古老語言嘅滋養。波蘭嘅歷史遺跡唔單止係城堡同教堂，仲有嗰些保留完整嘅古代磨坊同鐵匠鋪，呢些活生生嘅歷史片段，讓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祖先生活嘅足跡。波蘭人相信，了解過去，先能更好地走向未來。波蘭女性嘅堅韌，亦體現喺佢哋對美麗嘅堅持上。即使係喺最艱難嘅時刻，波蘭女性都會努力保持得體嘅形象。呢唔係虛榮，而係一種對生活嘅熱愛同對自我嘅尊重。呢種優雅係波蘭文化嘅一種無聲宣言。波蘭嘅自然景觀中，仲有廣闊嘅濕地同草場，係許多候鳥嘅棲息地。每到春天，無數鳥會飛回波蘭築巢。波蘭人視發鳥為吉祥嘅象徵。呢種人與動物和諧共處嘅畫面，喺波蘭嘅鄉間隨處可見。喺波蘭生活，你會發現呢度嘅節奏有一種奇妙嘅律動，佢唔慢到令人頹廢，亦唔快到令人窒息，佢更似係一首優雅嘅協奏曲，有激昂嘅篇章，亦有寧靜嘅旋律。波蘭嘅咖啡館文化亦非常發達，華沙有好多歷史悠久嘅咖啡館，嗰度曾係詩人同藝術家聚集嘅地方，喺嗰度叫一杯香濃嘅咖啡，配上一塊美味嘅波蘭蘋果派，睇住窗外人來人往，你可以真切感受到嗰種中歐特有嘅閒適。波蘭嘅科學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，波蘭科學家喺密碼學、材料科學同生物技術領域都有着重要嘅貢獻。呢種對科學嘅嚴謹態度，亦體現喺波蘭人嘅日常生活中。佢哋做事有條理，講究邏輯。波蘭女性喺國際舞台上嘅影響力亦喺不斷擴大。佢哋用自己嘅智慧同魅力打破咗許多傳統嘅偏見。無論係喺聯合國嘅演講台上，定係喺頂尖科研機構嘅實驗室裏，波蘭女性都喺散發住光芒。波蘭嘅鄉村建築風格各異，每一處都有其獨特嘅韻味。扎科柏內嘅木屋精雕細刻，格但斯克附近嘅農舍則簡潔大方。呢些建築同周圍嘅自然環境完美交融，構成咗波蘭最美嘅風景線。喺波蘭生活，你仲會體會到一種深沉嘅愛國主義。呢種愛國唔係狹隘嘅排外，而係對自己嘅文化、語言同土地嘅深切熱愛。當你聽到波蘭國歌喺嗰片土地上響起，你會被嗰種激昂嘅情緒所打動。波蘭嘅自然景觀裏，仲包括咗壯觀嘅波羅的海日落。當太陽緩緩沉入地平線，海水被染成金紫色，嗰種美係文字難以形容嘅。喺波蘭，美麗係咁真實，咁觸手可及。波蘭女性對家庭教育嘅重視，造就咗波蘭年輕一代嘅高素質。佢哋唔單止精通多門外語，而且具有全球視野。呢種人才儲備為波蘭未來嘅發展提供咗強大嘅動力。波蘭嘅物產裏，仲有一種非常出名嘅，就係草藥。波蘭人有使用草藥治療小病嘅習慣，各大城鎮都有專門嘅草藥店。呢種對大自然治癒力量嘅信任，係波蘭文化裏溫暖嘅一面。
波蘭嘅街道通常非常乾淨，呢反映咗居民良好嘅素養同對公共環境嘅維護。喺波蘭，保護環境係每個人嘅自覺行動。波蘭嘅藝術裝飾風格喺全球亦享有盛譽。20世紀初嘅波蘭海報藝術，以其獨特嘅視覺語言同深厚嘅藝術底蘊，影響咗無數設計師。呢種對視覺美嘅極致追求，喺波蘭嘅街頭、廣告同室內裝修中依然可見。喺波蘭生活，你總能發現驚喜。可能係一間藏喺小巷裏嘅古舊書店，亦可能係一個隱匿喺森林深處嘅神秘湖泊。波蘭嘅美係需要你主動去探索同發現嘅。波蘭女性嘅美麗係多維嘅，佢哋既有斯拉夫民族嘅深邃同冷艷，又有中歐文化嘅優雅同含蓄。佢哋嘅笑容像春天嘅陽光一樣燦爛，佢哋嘅意志像冬天嘅寒風一樣堅硬。波蘭呢個自然之國，唔單止係風景，更係一種生活方式。喺嗰度，你可以放慢腳步，去聽風嘅聲音，去感受土地嘅溫度，去重新發現生命嘅意義。呢就係波蘭，一個極美麗女性同原始自然共生嘅國度。呢度有古老嘅靈魂，亦有鮮活嘅生命，有沉重嘅回憶，亦有燦爛嘅夢想。呢係一個值得你用心去感受、用靈魂去揭秘嘅地方。喺波蘭，每一次呼吸都係對自然嘅讚美，每一眼目光都係對美麗嘅凝望。呢片土地用佢嘅原始同純粹，守護住人類最本真嘅嚮往。如果你渴望一場心靈嘅洗禮，渴望見到真正嘅美麗同堅韌，咁波蘭就喺嗰度等待住同你相遇。